高雄林雅区有一栋大楼的地下室，有人伫遐开餐厅去互检举，警方甲市政府联合稽查，才发现讲这大楼地下室防空避难空间违规营业。亲像这款的防空避难场所，全高雄有7000多大，这款地下室上侪会当用来停车，袂当有其他用途。 一群人伫路里 QQ 互相抢来抢去，就算警察到场也是唔愿煞。林雅区这间餐酒馆对今年1月开始，小煞有民众报案讲，3更半暝酒馆人去食酒，冤家相拍，妨害安宁。警方同报告局处进行联合稽查，想要到一查煞意外发现，这间餐酒馆有营业登记，但是地点是大楼的1楼，不过规间店其实是开伫有做册列管的地下防空避难所内底。违规营业的状况，所以讲，阮就甲这个状况汇报给公务局。 而且伫2月份甲6月份的时阵，陆续嘛，拢有做临检的动作，同步嘛，拢甲公务局汇报。放满杂物，还是讲红用来做餐厅使用安尼？你敢知影讲爱甲相关联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政府单位，不知道是什么单位。因为我觉得做来营业使用的话，好像有点太夸张了。若是拄着避难所防违规使用，到底爱甲倒一个单位反映呢？防空避难所的注册管理是警政署，不过若是有违规营业的状况，只有旧市府公务局有裁罚权。目前高雄拢总有7359个避难所，公务局表示，这几年毋捌接到类似甲避难所违规营业的案件，因过拢是防乌白囤物件。目前这间餐酒馆已经停业，已经向经发局办理停业，但4月警察局查获经营酒吧，本局在6月函请进驻使用人在10日内限期改善。那该场所在6月17号办理歇业。那民众如果发现防空避难所有违规使用的话，那可以通报1999。照规定，只要是6楼以上的公寓大楼，就算无大指示牌，地下室嘛拢是防空避难所。警方强调，避难所是提供大众紧急状况使用，除了停车场，毋若袂当做其他利用，也袂当限制干那住户会当进入避难，因为这拢是违法的。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。